那么立志出乡关，学拿磨上誓不凡。差不多4、5岁的时间呢，我都提供有两计划。我要出来美国的时间，我都用两计划呢来鼓励我去家。3年的时间，假使係講完全冇乜個成就，我都轉台灣長期以後呢，唔會再來美國。35年前嚟嘅退伍以後，都好有阿哥阿姊喺度喺美國讀碩士博士，一定呢都鼓勵講，下台灣嘅情形呢唔係樣起好，盡量可以出來美國讀書。我都決定去 NYU 讀天咯。對台灣一個東方嘅國家來到美國一個西方嘅國家，難免會遇到大細嘅問題，尤其是我同一個美國人呢，互相有來往嘅時間呢，下巴會發生嘅文化上嘅摩擦。遇到大細嘅問題嘅時間呢，之間呢都會之間一天講，一條路按樣去行下去。好在當時呢，我又帶到一個阿公樹下傳下來的一個樓盤。一樓盤對我來講，除了係祖傳的一個東西以外呢，係支持我人生的一個方向。我本來一種嘅鼓勵嘅象徵的一個意義。我本來心呢，我停下來，之間呢，我重新呢再考慮講，人生到底要行哪條路？美國係我比喺台灣待完過久嘅故鄉，因為我喺美國，我目前呢已經待35年。不過呢，我對台灣嘅感情還係過深，因為台灣係我喺近，如果我喺近，還係喺台灣。將來情形樣，目前還冇決定。不過我相信呢。我遲早還係會轉到台灣，我有規定。